嗨，各位，歡迎嚟到魚眼雷達壓軸風波呢個事件，好多人都講，但係當我哋將件事抽絲剝繭，去到核心嘅時候，就有一班人帶住道德大棒嚟嘅圍攻。我哋今日唔係嚟爭論流量，我哋係嚟討一個公共討論嘅公道。我哋虛心聽咗，咁今日要用最快嘅速度釐清3件事。新台新開張，多謝大家嘅指教。順帶一提，我哋亦都見到有留言話我哋呢個 channel 係以前專黑姜糖嘅 channel 改名。我哋在此聲明，唔係任何黑姜 channel 嘅替身。我哋第一條片就係分析消費爭議，唔係專黑姜圖。你哋唔使再做無謂嘅人身攻擊。第一點，關於偷竊和資訊引用嘅請教。有觀眾話我哋抄襲同偷竊公開討論區嘅文字，我哋想請教大家一件事，我哋將留言區或者公開群組嘅文字整合、分析、分類，變成一份有系統嘅報告。呢個係所有媒體同評論員報導公眾意見嘅標準做法。例如新聞報導會引用市民嘅採訪，評論節目會引用觀眾嘅信件。況且呢個觀點喺公開討論區入面，其實都有好多網民提出過。我哋嘅做法只係想將呢啲散落喺唔同地方嘅共同觀察集中起嚟，再詳細分析佢哋嘅合理性同埋可能性。如果咁樣都算偷竊，咁我哋想問，究竟新聞報導引用市民意見同我哋引用公開討論，邊界應該點樣去劃分呢？我哋非常樂意學習。第二點，關於別有用心和道德嘅疑問。亦有觀眾留言質疑我哋公開討論呢啲議題係別有用心，想搞事。我哋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質疑主辦方臨時更改表演陣容，犧牲咗高價買飛觀眾嘅消費決定基礎，呢個行為係唔係真係冇道德呢？我哋相信咁一個問題被擺上台面，會比被掩蓋更能夠獲得解決。我哋嘅目標係希望所有相關嘅安排都可以更透明、更專業。如果我哋唔討論，呢個問題就會繼續存在。我哋開呢個台就係純粹針對呢啲事實作出分析，對事不對人，唔涉及任何思想派系。第三點，關於私下討論和公開發言嘅定位。最後，有觀眾希望我哋將呢啲討論留返喺私人社群內。我哋絕對尊重每一個人喺唔同平台討論嘅權利。咁當我哋喺公開平台發言，我哋嘅言論其實已經係公共空間嘅一部分。我哋將呢啲公開發言進行整理同分析，係希望更多人可以參與到理性嘅討論入面。如果大家唔希望被任何人引用，我哋建議下次發言時可以考慮使用私密群組，咁樣就唔會有機會見到，亦唔會有任何引用。我哋亦都見到有人話我哋 block 咗佢嘅言論。大家諗下，如果我哋真係想滅聲，點解我哋唔 block 晒所有鬧我哋嘅留言，淨係針對性 block 佢一個呢？佢呢個講法合唔合理呢？大家心裏有數。總結返，多謝大家嘅每一個意見，無論係支持定係批評，我哋都收咗。我哋會繼續聽取各方聲音，致力為大家帶來更優質、更理性嘅分析內容。100人有100種唔同嘅意見，但係真相係越辯越明嘅。如果你係一個明白事理、明辨是非嘅人，你就會更加明白、更加清晰。希望各位可以理性咁將你哋嘅睇法留喺評論區。如果你認同我哋嘅方向，記得訂閱支持我哋。多謝大家。